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之后，银发族的照护需求随之攀升，加上近年来在疫情的影响之下，也让民众开始习惯一有不舒服就赶紧量测各种身体的指数。就有业者看准了远距健康照护服务商机，推出 AI 机器人，标榜只要对着镜头露出额头，就能够测出各种身体指数。透过镜头带你来了解。拿起酒精对着桌面喷啊喷，新冠疫情反反复复，民众不敢大意，口罩、酒精等防护措施一个都不敢少。而在疫情肆虐下，也让远距医疗备受关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这个远距医疗，因为它可以经由比如说这个人脸辨识的系统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不用可以去近距离去接触到病人，那可以减少病人被感染的风险，那也减少医疗人员感染的风险。用手指在荧幕上轻轻一点，接着等待30秒，机器就会自动侦测出民众的各项身体指数，看准远距健康照护商机。有业者推出 AI 健康管理机器人，机器人面对长辈的话，看到长辈的脸，他就可以量出来他的那个血压，他的血压、血氧心率量出来，那也可以做后续的健康管理。近年许多照护机构都面临人力短缺压力，幸好现在能透过科技帮助，替他们减轻负担。长辈到了日照中心的方式，他可以透过电视，举个很简单，电视，然后确定身份完以后马上量完就可以上传，而且随时都可以量，随时可以上传，那随时可以监控。这方面就不用再人去跟每个长辈这样设备再去量，所以时间方面至少减少在照护方面的一些量测，就可以省了1半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希望这个方式能够推广到尤其是有一些偏向医疗或者是一些长照或者日照的据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居服员的需求。台湾人口老化促使银发族照护需求提升，有越来越多医疗科技业者投入健康照护产业，也让数位医疗更加茁壮。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很多年轻人都想要自己创业当老板，但是因为牵扯到资金调度和经营管理等一大堆问题而却步。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真的能够成功圆梦。其中7年级生的李立安，因为对茶饮的兴趣，坚持天然健康的概念，再加上寻求政府的创业贷款支持，而自创品牌。目前在台南已经是迈向10间连锁茶饮店的负责人。别看他年纪轻轻，目前在台南已经是迈向10间手摇茶饮店的负责人。当初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要自己创业做生意，加上喜欢喝茶，之前在3间连锁店已经有工作经验，认真学习，熟悉所有流程。不过为了实现创业梦想，抱持的喝酒顶昂 day 的想法来取店名。从完全没有知名度大胆进军市场，让家人相当担心。但凭着一份对品质严格的把关、不加化学调味以及坚持不放弃的心，让他不止走过疫情的考验，业绩更是稳定成长。刚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们属于就是自创嘛，对，所以比较辛苦。之后到后来，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品质保持得很好，之后客人也很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后来业绩就一直稳定成长。当然，成功创业圆梦，其中资金调度就是关键。幸好有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微型凤凰创业贷款，有课程，有专业辅导，让他一路上并不孤单。其实刚开始是辛苦的，没有资金的周转上，因为有配合政府的凤凰计划，对，之后计划有资金之后，我们周转上营运就正常了，对，之后再靠我们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广，我们有透过他们很多行销啊的步骤之后，再让我们就是这个品牌，大家看得到啊，因为看得到认识我们之后，才会有越来越好的业绩。这样，根据劳动部云嘉南分署的统计，疫情期间申请创业贷款的平均还有150位，
而且3年来成功创业已有350位，相当难能可贵。为协助女性还有中高龄创业，劳动部这里有一支专门的创业贷款，叫做微型创业凤凰贷款。那它最高可贷到200万，而且它免保证人、免担保品，而且2年内免利息。那更棒的是呢，它有免费的创业课程，还有创业的辅导顾问。为了抓住客人的心，业者持续研发不同口味，并融入在地天然食材。求新求变之下，不止美观，内容更是有养生概念。记者郭文吉、杨顺怀采访报道。已经有100年历史的高雄灯塔，经过整修活化之后重新启用，并且开放夜间参观，结合夕阳和夜景，设置休闲设施和轻食服务区，是台湾首座开放夜间参观的灯塔，渴望发展成新形态的灯塔观光，也为旗津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启动，点亮星光，漫步旗津，高雄灯塔绽放它的第一道光芒。位在高雄旗津的高雄灯塔于西元1883年设置，经过交通部航港局推动活化再利用。7号由交通部长王国材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共同主持启用典礼，见证全国首座开放夜间参观的灯塔。启用典礼也特别选在傍晚时分举行，众人一同欣赏旗津落日美景。灯塔搭配夕阳，格外引人入胜。36座的这个灯塔的整建对于促进地方的观光是非常的重要。目前全台共有36座灯塔，交通部抛出灯塔活化的想法，包括结合文创以及住宿等元素，引进在地轻食和文创展览，透过中央和地方合作，招商之余还能够提供民众更休闲的处所，渴望带动高雄和旗津的观光人潮。只是开心之余，大家也关心旗津的交通动线规划。局长还在讲欢迎大家来我带你等啊，顶届风筝来2天来7万几个所以阮等于那个国民署长，虽然你是灯塔协会理事长但是这一块交通应变计划这个还是你负责回去赶快开会。那中秋节一听我说这个就不知道中秋节要怎么过这个来这里现场已经超过30万人一定会带来一波新的人潮是这里这么漂亮。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市民有一些长辈要来，要他爬这一段路实在是非常辛苦。请航港局是否来研议我们有相关的这种电动的高尔夫球车类似这样可以符合安全规范可以让民众来预约，或是假日的时候有长辈或我们行动不方便的朋友都可以上来看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投入5000万元整建，透过整修海景木栈平台，设置轻食服务区，改善夜间照明，并且串联其后登山的入口，打造以人为本的环境，展现全新的灯塔园区。之后将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9点，每周一公休，欢迎民众前来感受灯塔与海景之美。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10月份为迎接开幕4周年，将从公共空间、厅院和场馆的后台推出18场以上的活动。特别是10月10号的 Open House， 有一系列免费的厅院节目、户外音乐会和市集活动，邀请民众从白天玩到夜晚。卫武营国家艺文中心10月10号的 Open House 中，4个厅院将对民众敞开大门，有歌剧院的豫剧表演、音乐厅的管风琴独奏会、戏剧院的新马戏演出，以及表演厅的武营欧普拉素人歌剧演唱等，还有排练场的万味之路，民众都可以索票免费入场。为什么好供呢？其实它大概会从3张桌子，3张桌子大概叠起来，一张桌子大概1.2米到1.3米，所以它应该是从3.5米左右会翻下来，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要克服这一个所有的心理障碍。在音乐厅有管风琴的表演，到我们在表演厅每年一定举办的素人欧普拉，请这个素人的高手们来这边演唱他们喜爱的歌剧的这个选粹，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而在户外活动部分，有卫武营周年庆最盛大的万人摇摆演唱会，邀请当红歌手献唱，还有树洞派对蓝调夜，邀请泥潭地浪人乐团带来多元歌曲，一起享受爵士乐的浪漫。
这次就是在打造一个年轻人都希望邀请他们过来的，包括像荣忠豪、高尔宣啊、Julia 吴卓源等等哈。总共有4位的歌手要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摇摆。其余的表演节目更有看头，有现场乐团演出连结巨型的声光互动装置，呈现高能量音乐和音乐视觉化设计，还有亲子音乐剧，让孩子理解团结和包容的重要性。舞台剧最重要的部分，还有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舞蹈动作跟舞蹈动作，然后搭上非常好的影像，还有灯光的搭配之下，也是我们最大的亮点。那另外在歌剧院的舞台，我们邀请了5楼创意来制作这个 Bonfire 你怕黑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演出，它不但是结合了视觉、听觉，另外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和团队来推出以嗅觉作为一个主题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哈。为五营周年庆，今年也制作限量的互动透明片，鼓励大家不论是对着人物、风景或自己的创作图，都能够发挥无限想象力，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主视觉。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国立台南大学为了善尽社会责任，今年和永华里合作推出高校深耕子计划，以设计赤坎创意银铜为目标，共同改善开山路公车站座位不足以及电箱彩绘艺术创作，并且邀请永华里里长和小朋友共同举办创作发表会。在台南大学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老师李香莲的带领，结合2位同学与动画媒体设计硕士班的学生，共同在永华里公车站牌以来去永华里开山路为题，进行公车站座位的增加与电箱彩绘的创作。很开心这次跟永华里这边做一个合作。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其实是我们学校的高教深耕计划，是属于 Hub 4的创意银铜。所以我们今年以及明年跟后年这3年呢，我们都会在永华里做深耕的动作，包括高校长的家，我们把它做成创意基地。那这个缘由呢，这个合作其实还蛮有缘分的，因为里长有跟我聊到说，因为高龄他们没办法久站啊，等候公车的过程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就是用我们本系，就是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那前身其实就是所谓的美术系，去做一个合作。那我们就带领的我们这边的大3的学生以及研究所的学生一起来做创作。当初因为永华里开山路的公车站没有座位，加上附近银铜社区又是长者居多，因此当地里长透过民意代表争取公车站牌的设立，加上区公所公私协力，将基林地绿美化，成为艺术的创作点。108年的时候呢，我们社区巡守队在社区巡守，发现呢，白天的时候，如果长者或是有民众在这边等公车的时候，都是靠在摩托车上因为尤其是夏天天气很炎热。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要来帮这个民众争取这个资源，来争取这个公车亭的成立，然后帮他争取之后，我们又想说，这个有一个点，麒麟地这边是不是要来绿化？我们也找了公所，公所跟这个地主这边，我们也一起在奔走，希望它能够绿化变成一个亮点。另外，在电箱彩绘上，2位学生蔡玉恒与孙家彤以社区酷手乐团为发想，虽然社区高龄，但利用几何与块面的街头涂鸦风格，呈现年轻的风貌。当初是接到老师说，开山路有一个乐团叫做酷手乐团，然后我们尝试着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画作，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比较年轻的元素。比如说一些几何的方式，然后比较块面的方式来创作，然后参考一些街头涂鸦的风格。创作发表会，台南大学也邀请银铜社区的长辈与小朋友共同完成最后几笔画作，包括议员、民意代表与区公所主秘也都亲自到场，共同为台南大学与永华里青银共创来见证。记者林根台南报道。
乌鱼子一般都是切片搭配白萝卜一起吃。在盐埕区有一间乌鱼子老店，老板研发乌鱼子吐司的新吃法，将乌鱼子的碎末和切片放在吐司上烘烤，乌鱼子的色泽和香气相当诱人。老板说，这种创新的吃法可以吸引年轻人品尝乌鱼子的好味道。刚出炉的乌鱼子吐司上面放着3片大大的乌鱼子切片，经过烘烤之后，乌鱼子的油香味立刻被逼了出来，里面还加了老板的独家秘方，在百货公司开店时就吸引不少年轻人尝鲜。年轻人有吃过的，每个都很支持，他们都觉得说，哇，大哥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跑出来呀？也要感谢年轻人的支持啊！他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动力了。没有动力的话，都是乌鱼子的老一辈人在吃嘛。要做乌鱼子吐司还真不简单，得先把乌鱼子切成粉末状，铺在吐司上打底。因为乌鱼子有油脂的关系，得完全用手工切。而切片的乌鱼子，老板还特别经过冷压熟成法，可以去掉乌鱼子的腥味，保留香气。刀子磨砺一直切，就把它切到能够变成一个颗粒状，而且又不会连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调了一些配方放在吐司上面进去烤，然后上面会有3片的乌鱼子，这样出来才会好吃啊！因为我所使用的乌鱼子它是冷压熟成的乌鱼子，它不会有腥味。因为如果有腥味的话，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的。所以第一关就是要让乌鱼子没有腥味。这样的吃法不同于一般乌鱼子搭配白萝卜的传统吃法。老板说，乌鱼子吐司的吃法其实灵感来自于欧洲吐司夹乌鱼子的吃法，他只是把吃法再做一些改变，也用冷压熟成法将乌鱼子的品质提升等级。请问一下那个代表他们去欧洲的话是怎么吃啊？结果他给我讲一句话，我忽然触动我的感觉。他说没有啊，他就是也是一样啊，就三明治吐司啊。一片一片这样子，加个吐司这样吃啊。我想说我们台湾的话，大概还是要烤一下啦，没有烤的话，大概会比较不习惯啦。上次我来这边买的时候才看到，这边有乌鱼子吐司、明太子吐司，我说买来尝一尝，真的很不错，真的也没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乌鱼子是高贵礼品的代表之一，平时只有在过年过节或喜宴上才吃得到。老板以创新的吃法，将乌鱼子切片搭配吐司来吃，让大家想吃就能够吃得到，方便许多。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立安南医院举办最新检查利器1024切全景宝石电脑断层揭幕启用仪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代表台南市长黄伟哲前来，接同安南医院的院长林胜哲一同揭幕。传统电脑断层检查解析度为2K 到4K， 若是病灶太小，可能就无法被找出来。安南医院特别引进1024切全景宝石电脑断层仪器。8K 的超高解析，甚至连0.1公分的病灶都能抓出来，而且不只看得更清楚，超低的辐射量也让患者更安全。其他的电脑断层，就算是256切，它常常是什么？要切4片，4次以后再合成。大家都玩过拼图嘛？如果没拼好或右着嘞，就影像就怪怪的。那万一病灶刚好在那边，所以呢，这个变成非常后置处理非常简单，而且很精确。那第三个，因为你打得很快。所以呢，你的辐射剂量变少，你对肾脏功能的影响会更少。所以我想这台仪器对安南医院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请揭幕。启用典礼这天，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揭幕，同时感谢林胜哲院长过去在担任台南市卫生局长时，以及安南医院院长时，都一直在守护市民的健康。林院长不管是在市政府担任我们院长的时期，跟现在担任我们安南医院院长的这个时间，对咱台南市实在都真有真大的贡献，尤其是伫医疗是伊的专业。安南医院是咱伫安南区内底上大的这个医疗中心。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老人的部分咱已经专期全市大概已经有将近快要33万人的老人。
那从这些疾病的部分来看，当然心脏啦，还是咱的这个高血压，都是我们比较危险的这个死因，那也占了全国第2名。所以也非常谢谢安南医院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跟我们市政府作为市立医院的这个委外的部分可以有更长足的进步，来帮助我们的市民。安南医院表示，这台新型的电脑断层在诊断早期肺癌方面极具优势，可侦测小至0.1到0.3公分大小的病灶，因此对于早期肺癌筛检很有帮助。加上其辐射剂量非常低，也能大幅减少民众接受筛检的疑虑。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为了要让有100年历史的八音再现，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全力支持台南左镇北极店的采谱工作，并且由亚太胡琴乐团以及左镇国中小的学生来演奏，让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左镇北极店店内传出热闹的八音，这场演出由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所牵成，并且透过妙方以及亚太胡琴乐团等许多团体合作，将闹听乐曲及采谱完成，并由左镇国中国小的学生现场演奏。那我们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呢，因为这个机会借由左镇国小跟左镇国中这样子的一个古乐器的演奏呢的支持，我们除了支持师资以外，然后也支持这项八音采谱的工作。那对这个事情呢，对一个古文化的流传非常具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本婚丧喜庆都需要的八音渐渐被西手米所取代。想要听到八音，也是透过录音带。为了要重现往日闹厅演出的热闹场景，是非常不容易。几乎从零开始，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个光碟。那耆老们都已经过往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复育，其实就等于是从灰烬里面再去掏起一些仅存的这个痕迹。因为历史古迹开始坏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像我那边都有必损，大家都看得到。但是这种无形文化资产在人的身上，耆老一旦消逝了就随着这个人就不见了。婚丧喜庆喜事的都用八音嘛，嫁娶要引娶这新娘，要来共娶新娘嘛是用八音嘛，早期的啦。从那迄个丧事的部分啦丧事是算粗吹不是八音，我是八音用大足大啊。但是了即嘛，你的丧事拢用迄个死丧物去啊，八音煞去取掉。所以说，我们有这个无形的文化应该要给它保存下来。基金会也将采谱完成的八音谱送给左镇国中和左镇国小。长辈和地方人士看到左镇的文化遗产可以由左镇的孩子来传承，感到很欣慰。基金会也期望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的合作，让传统艺术文化保留下来。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后疫情的社会，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持续推动大庙新学，培育在地公民艺术家。目前分校集合10个班级，超过100位的素人，联合开办台江公民美展，要以艺术来创作台江，丰富自己的人生。台江文化中心已经不像传统文化中心的展演，而是专注学习过程。其中，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延续大庙新学精神，持续在这儿开办粉彩、书法、陶艺等10个在地艺术课程，主要让老中青3代都可以来学习，借此体验台江之美，甚至是许多阿公阿嬷圆梦的历程。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说要把那个陶艺把它做好，一直没有机会跟时间。现在就是刚好有这个社大在台江这里，那我们家离这里很近啊，想说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也是圆梦啦，年轻时候没有办法学画画嘛，那时候没办法学画画，来就刚好这有开课，也遇到好老师。这次学员除了创作，也自己动手来布展，又在迎接台江建庄200年以及文化中心满3周年这一刻，替自己留下深刻回忆。
其中陶艺老师也相当感动，学员已经将自己生活的土地内化到创作当中。你会发现他们的主题会比较多的鱼啦，跟台江的意象有关系的，像金鱼呀，或者是台江的意象啊，等等等这些作品慢慢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是鼓励个人性，所以他的个人的思维会传达出来。透过创作学习来培育公民艺术家，用美的力量来发挥社会影响力，一直是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努力的目标。借由台江公民美展，已经跨出重要的一步。大明哥就是要来培养着公民艺术家的理想。希望咱大家，不管你是老中青，还是讲少年辈，拢可以，你会当来大庙学习。学你喜意的，阮嘛音乐春庙乐团喜意的这美术，这艺术。该展览除了鼓励市民一起来台江文化中心欣赏，甚至有兴趣投入课程，像这群素人班用艺术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台江美食展，幸福多。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